我哋堅信，工作不僅只係謀生嘅途徑，更加係實現自我價值嘅旅程。過去10年，建業建榮秉持安全為首嘅核心理念，不斷優化安全管理系統，憑藉長期實踐，贏得業界廣泛認可，並榮獲多項行業權威獎項，包括東德地盤嘉許計劃金獎、建造業安全獎勵計劃金獎、土木工程拓展署工地安全金獎、優質公共房屋建造及保養維修大獎、港鐵物業工程部安全承建商獎。呢啲榮譽見證咗我哋對安全嘅堅定承諾，更驅使我哋以更高標準守護每位員工嘅安全。用經驗分享為核心，推動安全管理知識嘅雙向傳遞。2024年6月29日，我哋更舉辦咗安全承諾誓師大會，全集團管理層、各部門員工、分判商同供應商代表均有參與。透過集體簽署安全承諾書，共同承諾落實安全為首嘅核心理念。我哋透過更具感染力嘅影視媒介，製作咗2部非一般嘅安全微電影。影片結合真實案例與工地場景，以劇情化表達，深刻呈現工地安全嘅重要性，讓工友真切體會到一次意外可能對個人與家庭造成嘅巨大傷害。集團專屬 AI 團隊研發嘅實時安全監測系統，可自動識別工友未規範佩戴安全裝備、違規進入危險區域等行為，並即時發出風險預警。此外，IT 團隊研發嘅電子許可證，大大簡化並加速咗需重點監控工序嘅審批流程，確保每道工序嚴格符合安全標準，實現安全監管強化與流程效率優化嘅雙重提升。通過營造安全環境與融入對團隊嘅關懷，我哋竭力確保每位工友每日平安回家，與家人共享溫馨時光。呢個係我哋不變嘅初心與承諾。